我係大志康Student ID 25702677Group B 嘅。好我嘅簡介係張先生同佢嘅家人計劃喺一個香港島區買一套樓，主要係考慮中西區同埋灣仔區嘅。家庭成員有三個：張先生、張太同埋佢個女。佢家庭面積要求係100平方以上嘅，盡量要揀較新嘅樓同埋保養好嘅豪宅。張先生想要層樓係自住嘅，佢睇好長期嘅資本增值潛力啦。張先生佢係投資銀行嘅部門主管啦，佢極度注重呢個通勤嘅效率。佢要求係可以好快咁到中環金融中心嘅，優先考慮住宅嘅社區聲望同埋私隱度。張太係家庭主婦，佢就要求有方便可以前往高端嘅設備啊、購物中心啊，同埋娛樂設施。佢個女就係國際學校嘅學生啦，就佢需要一個完善嘅交通網絡同埋一個英文嘅社區環境。喺揀呢個住宅嘅時候呢，我就建議考慮宜居性啦，社區嘅聲望啊，同埋附近學校嘅網絡啊，同埋環境質素。第二點就係負擔嘅能力啦，就要睇銀行嘅拆息啊、按揭成本啊，同埋性價比。第三就係睇佢個潛力啦，就係佢層樓會唔會升啦，未來嘅資本增值啊之類。喺呢個 report 裏邊呢，我用咗 R 呢個程式呢，去去整個圖嚟分析我接下來俾嘅數據啦，同埋用呢個中原地產啊、各種嘅政府網絡啊去揾呢個資料嘅，所以資料係十分可靠嘅。我講一個背景先啦。首先，中西區係香港最早發展嘅區啦，亦都係城市啊、政治啊、商業中心最核心嘅地帶啦，喺香港。好似有著名嘅 IFC 啊，而中西區都有好多豪宅啊。半山區係一個傳統嘅著名豪宅區啦。裡面都有好多嘅外籍人士啊、金融專業人士等。而灣仔區咧係一個比較新舊交融嘅社區，有呢個香港會展做一個地標，而佢有著名嘅銅鑼灣啦，有好多嘅娛樂設施啊，同埋購物啊，同埋跑馬地都有好多嘅豪宅。第三啦，我就係揾咗中原地產嘅近3年嘅樓盤啦，呢個就係灣仔區嘅近3年嘅成交額啦。呢個係中西區近3年嘅成交額。然之後學校方面啦，就灣仔區就係揀咗 Band One 嘅學校，有咁多啦。跟住中西區嘅 Band One 學校我都係喺呢度。然之後揾咗2021年嘅中西區同埋灣仔區嘅罪案率。呢個就係
民政處嘅灣仔區嘅娛樂設施啊，購物地方有幾多啦？嗱，我用咗爬蟲爬到觀光嘅有23個，吃喝玩樂嘅有5個，購物嘅有3個。呢個就係中西區嘅觀光有32個，吃喝玩樂6個，同埋購物有7個。仲揾咗一個香港嘅污染指數啦，環境指數就第4 part 就係分析我揾翻嚟嘅數據啦。4.1就係樓價嘅指數，睇到啦，中西區嘅交易高度集中喺400同埋600平方小單位嘅裏面。幅圖度睇到灣仔區嘅物業價格通常係比中西區低嘅，但都係處於非常高嘅水平嘅，大家都非常接近。呢個係中西區嘅，呢個係灣仔區嘅資料。4.2就Band 1學校嘅排名啦。中西區係有14個嘅，而灣仔區有16個。跟住就罪案率啦。罪案率嚟講嘅話，2024年中西區嘅罪案犯罪數字呢有下降到嘅，變咗做3890宗。而灣仔區嘅罪案率呢係有少少嘅上升至3450宗，但係灣仔區嘅整體罪案率依然係低於中西區。跟住係設施啦，中西區 total 係有45個熱門嘅景點啦，有32個觀光點、6個娛樂場所同7個購物點嘅。而灣仔區呢就有31個熱門景點，有23個觀光點、5個娛樂場所同埋3個購物點嘅。而投訴污染污染數據呢，就整體嚟講，中西區嘅環境投訴總額呢係764宗嘅，遠超灣仔嘅435宗嘅，差距都嚟到1.75倍。而噪音嚟講，兩區都比較嚴重，但中西區係明顯較多嘅。水質嘅話呢，就灣仔區係唯一超過中西區嘅，就係多咗14宗。垃圾分類呢，就嘅投訴係中西區嘅投訴係約為灣仔區嘅2倍啦，反映出人口密度高同埋社區活動帶來嘅更多環境壓力。跟住呢個就係我嘅建議，就係我建議係揀灣仔區嘅，因為灣仔區係平啲啦，國際學校比較多啦，同埋罪案率低啲嘅。雖然設施呢冇中西區咁多啦，但係中西區同灣仔區其實係比較近啦，其實都可以即係個車程都唔會太耐嘅，同埋空氣都係好啲嘅。做完呢個 report 呢，令我更加純熟咁用 R 啦，
去令到啲數據更清晰易明。跟住我仲學咗點樣去網絡去揾呢個數據資料啦，去爬蟲啦，同埋了解咗好多房地產嘅知識啦，同埋數據嘅係咯演算法啊。呢個就係我嘅文獻參考資料，係咁多啦，唔該。